马太安溪水头搁加一个放山湖，今仔日下晡点半水势已经溢出来啊，当地维持红色警戒。中国公安局发通告，要收集目前北京、万南龙的犯罪证据。刘一辉指控中共调监造成台湾内部对立。中国政府关门43天是有史以来上较久的，但总统 Trump 签预算案，部门机关总算会当配合运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这无头起先来看这风台过境，花莲落大雨。林保署是发觉这马太安溪水头又搁加一个放山湖，而且今日下晡点半这水是已经溢出来啊，当地维持红色警戒。另外，这马太安溪放山湖灾后中建的预算270亿，行政院今仔日已经通过，所落来会送去立法院审。啊，真的变很大呢！土沙水沿着马太安溪流落去，明显会当看出水流量渐渐变大。最为特别因过马太安变道关道，因为林保署监测马太安放山湖，13透早阁发现新增加一个放山湖，继续红色警戒。伫下昼1点半发现新放山湖开始溢流。1点44分的时候，水来了，上面那边如果水再大的话，还是会再淹过来啊，还会再淹进来民立这边哦。确定在大概1点40的时候，第一波大水就到了。那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天气不是很好，没办法上去空拍那我们应该怀疑它应该是那个提早溢流。新放山湖有高标悬1000公尺，面积上大7.6公顷，原水位蓄水量100万吨。原本预计下到4点溢流，林保署早起已经要求河床施工淡基区撤离。县府也宣布讲，河乡1点停班停课，想要到溢流提前2点外钟，河道水位开始升悬，土沙水拼落来。村民禁止进入灾区。万影乡明里村的部落青年自发性协助管制，警员骑机车拿公布，唔通随意走去受灾区域。原先要疏通主要另外道路花45线的工作，先暂时停止。可以看到，这个货柜就直接卡在民宅上面。这个明利村的低洼区域呢，淤泥还是淤积的很高。看病啊，像那个有慢性疾病的不方便的，像我没有车子啊，我这一个电摩，我怎么爬上去？当然是人身安全优先。我们现在在抢通的是那个花45主要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都停止。另外，顶摆东财区公河乡中央还未解除红色警戒，不过县府宣布13开放上班上课，引起不少民怨。现在都是很麻烦，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到10月22解除这个红色警戒，但是在10月14恢复上班上课，其实这也是红色警戒。所以在这一次，在今天的部分，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组成堰塞湖的专案小组。行政院会13也通过马太安溪灾后重建特别预算，佮应用洪台灾情，新增水利设施等20亿，总计270亿。主计总处表示，特别条例上限300亿已经预留30亿，做随时检讨执行，会尽速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宜兰这届风台雨的灾情是非常严重，尤其是苏澳有真侪徛起入水，学校嘛是淹甲真正力。有这大卖场的业者就讲，伊是损失9000万，县府是拼讲明仔载会当申请初步的。也若是这苏澳的店长是争取要成立募款的专户。这拄到伊也刷去互我，各种物件甲走廊拢占条条，教室内面嘛是乱糟糟。整个塑胶地板就全部都毁坏，包含我们隔壁也是。器材拢散伫涂骹，地板浸水浸甲歹去。宜兰当初的武安国小拄着做大水，中时淹甲要100公分，再后开一天的时间，清出一大堆粪扫踏满学校的门口。国小勉强会当复课，但是附设的幼儿园目前未复变了。今天要上课的教室先行整理出来，然后能够让孩子今天很正常的一个上课。但是幼儿园目前积水就是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我们今天幼儿园是停课的状态。同款受灾严重嘛，伫苏澳镇的苏澳国小，虽然学校搁爱当复原，但是13开复正常上课。真侪学生有来学校，但是因的册包拢是涂刷，嘛有人是空手来，因为册牌啊、课本也是破纸，拢伫灾害内面无去啊。缺漏的这一些书籍，我们都会来补助学校，来协助这些学童来做购置。还没擦，还没时间清，还没清理到这里。用手回过去拢是涂刷，这场大雨互苏澳是浸伫水内，若是学校真惨，徛家店面拢同款，商品东倒西歪，踏伫涂骹，造成你的器具拢歹去，业者无奈损失真惨，了100万甚至1000万的拢有，中讲甲要耗出来。
所有财产拢当作粪扫甲处理掉安尼，你看有惨。若要损失算真起来，应该开个要头150万。泡过水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再给客人，这要进签呢。就算更加伤心，灾民嘛无得停，持续整理家园。捌伫花莲光复灾前去当地指挥的行政院政委桂连成13嘛出现伫首尔，来关心这灾后的复原进度。院长非常关心啊，那希望我能够来再看一下。按照这个花莲经验来看的话，你们的整合性比花莲要好。所有的复原状况，县府是拼10时会当甲当地初步来完成。店长嘛说明讲，目前无欠救灾的人力，是较希望争取募款专户。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这些受灾户来成立一个这个募款的这个账户啊？过15年，所有阁拄着做大水，互灾民是真痛苦。希望未来莫阁重演淹水的噩梦。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中国福建泉州高安局是发通告，要收集在望清、北京甲万南龙的违法犯罪线索，佮开出赏金100万，公布因2个人的身份资料。除了因2个顶一日中共官方嘛立案，要调查民进党的立委沈炳阳，放掉是要甲泉州界通缉要甲抓。不过这沈炳阳是昨人就去到德国。分享这独裁国家利用假消息迫害民主体制的议题，话讲是要为着咱台湾发声，为言论自由来发声。咱的陆委会就表示，这中共是干涉咱的内政甲司法，中共开赏金甲通缉，拢是调工要造成台湾内部对立，呼吁咱台湾人都爱团结。我要反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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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大陆去，解救全中国的老百姓，实现三民主义。透过歌曲发讲要推翻共产党，歌手万南龙甲望清北京，今年3月先予中国各台办举报时带头的拍手。13国去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发布赏金通告，公开本名、身份证字号者的个资，要对外订入2个人违法犯罪线索，各看情形提供5万至25万人民票。他悬赏是做样子，然后也制造台湾社会内部的一些对立跟矛盾。陆委会提醒，若是连台湾各地都无团结，安尼中共企图就会成功。行政院表示，这种跨国镇压的野蛮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拢袂当容忍的。目前当力甲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防范。万南龙是透过社群回应，风愈大，家己爱徛愈在，啥嘛无法度强迫。北京是笑讲，原来我嘛变新皮羊。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few days ago and said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 And yet I'm here, I'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 and speak for my study, to speak for my country,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进前才互中国放掉全球暴力的民进党立委沈佩荣，12日伫德国国会出现，伫听证会以专家证人也甲立委的相同身份，分享独裁国家安怎利用假消息破坏民主体制。外交部长嘉良表示，中国想要互每一个人心中有红色恐怖，不过爱知影有一寡国家无风险，因为中国嘛无法度管遐宽。中共那一套东西是要有一些前提，而且它执行下去会产生非常对它致命的伤害。第一个，它要透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去发布所谓通缉，那你用什么名义去通缉？好，第二个，你要所谓去引渡，你要引渡条约，好，要有司法互助。好，这些相关的条约，而且你还有他国内法，当地国也认为说它是个犯罪行为才有用的，对了。对于各台办讲，今日接受台湾以中国台办的名义参加明年伫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活动，外交部搁再声明，南方1991年入会名称是中华台北，陆委会搁示警，2014年嘛同款伫中国北京举行，当时担任总统的马英九准讲提醒有9日共识，不过中国立场根本无放零，明年中国敢来要求搁较济，南方必须搁较积极面对。记者采访报道。泰国甲 KK 诈骗园区的主庙，佮牵涉非法跋筊、诈骗人口买卖嫌犯，中国人下电讲交互执法人员，互因甲押回去中国，是真有可能去互判死刑。泰国曼谷的苏凡纳布机场有真侪武装警察伫戒备，中国籍当时由甘保泽护照的下地工被押往警局办理引渡的停止。伊互人认为是亚太新城案，也有缅甸 KK 园区诈骗基地核心主谋之一。之前伫咧东南亚建立超过239个非法的保育平台，诈骗几60亿美金，也涉及人口诱骗加拘禁。Xie Zhijiang is a suspect for hi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Asia Pacific New City fraud case.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between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judicial depart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Shi Zhijiang is about to extradite to China to face legal trial. 谢立刚1980年伫湖南孝东一个农村出世，成长伫咧桂林。中国警方2012年甲伊通缉，伊就改名做谢伦凯，继续伫东南亚活动。2017年，伊摕到干部罪过职，改名改做谢伦凯，伫泰国边境建造最高国亚太新城经济特区，也就是客家园区的前身。国际刑警2021年5月改发红色通缉令，泰国警方依照中国方面的请求，甲人抓起来。泰国发现心理了，裁定引渡。这几年，客家园区互人讲是台湾、马来西亚越南受害者上罪犯罪据点之一。ที่เราทางการจีนเนี่ยเขาได้ขอตัวบุคคลผู้ต้องหาราย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ถื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สูงสุ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ขาก็ขอ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ราม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งการไทยก็ได้ให้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สำนักงานตำรวจแห่งชาติ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บกุมควบคุม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นถึงวันนี้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ส่งผู้ต้องหาไปดำเนินคดีที่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谢立刚2022年伫咧泰国被抓了，几路遍提上诉，想要阻止引渡，因为伊知影若登去中国一定判死刑。不过泰国发现伊伫即礼拜上尾来驳回，因为引渡的时间拄好是泰王瓦吉拉隆功按算要访问北京的前一天，所以互人质疑安尼始做是要互中国欢喜。中泰官方虽然否认政治操作，不过泰国这几年积极清查境内诈骗园区，希望改善治安的形象，也重建甲中国的执法合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乌克兰当日战争，不过因的政府高层却是逼出贪污的歹代，而且在总统泽伦斯基的新北嘛牵涉在内。这战贪污案是愈加愈热，包含联关部长、司法部长都已经请示落台。这战事件嘛，或者乌克兰想要加入后面的进度，受到真大影响。乌克兰司法部长加卢申科加联邦部长格林丘克已经请示，各向国会递交免职申请。这是乌克兰国家肃贪局查查指控联邦部门大规模贪腐了后的最新发展。肃贪局当时指控总统泽伦斯基的亲信，影片制片人明迪奇牵涉到一件金额1亿美金、差不多31台票的联邦部门贪腐计划，其中国家协联营运商国家协联公司嘛牵涉在内。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根据指控内容，明迪奇透过加卢申科协助控制乌克兰天然气甲能源部门的资金流动。加卢申科甲其他部长官员收受负责建造用来防御罗西亚攻击能源设施工程的承包商的乌色钱。明迪奇甲泽伦斯基关系真好，捌合股创立媒体制作公司。Ніби показує, що він проти всього поганого. Ційні скандали у нас вже продовжуються немалий час. І важливо не просто, мабуть, щось схоже на обурення. Бо йде війна, а у нас виходить, що у нас внутрішні вороги. 今年7月，乌克兰全国爆发抗议，反对下入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加肃贪专职检察署独立性的法案，烦恼乌克兰可能会因为安尼失去欧盟候选国的资格。支付的欧洲优盘加7大工业国 G7 大赛，马拢表达正关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政府因为这医生无过关门43天，是这有史以来上解久的。这阵国会总算是甲预算案送予总统 Trump 签。政府部门会当恢复运作，不过因为这两大党针对健保补贴的冲突是也未化解，这回预算是有够通好用到明年1月底尔，是到这政府是有可能个关门。And it's an honor now to sign this incredible bill and get our country working again. Thank you. 川普伫临时预算法案大笔一个月结束43天，美国历史上上久的关门。白宫预算管理局嘛伫第一时间发布备忘录，支持联邦雇员13开始快速倒来到工作岗位。伫这进前，美国众议嘛伫参议了后，以222票对209票表决通过法案。冻结的美国政府总算透开时间。43天政府停止运作，联邦雇员无钱通领，空中交通大乱，加收入和人口流失完全中断，这拢会慢慢正常。不过，华府、民主、共和两党是一直拢伫怪对方造成的。Absolutely no question in anybody's mind now
that the Democrat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House Democrats will continue to fight to address the health care crisis that Republicans have created. This fight is not over.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民主党就抓要见到的，就是40多天前，地区政府关门，甲打嘛还未解决的导火线——奥巴马健保，也就是边界医疗法案延长补贴。虽然共和党加走票的民主党员承诺12月会进行表决，创下历史纪录的美国政府关门危机解除，不过无代表问题得到药方，因为政府运作所需要资金，将来延长到2026年1月30，代表到时阵两党可能又会伫政府是不是关门对峙。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台湾甲韩国拢捌受过威权统治，经过民主抗争。是讲咱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就甲韩国迄边合作，推出民主海报计划展览，邀请全世界50组正出名的平面设计师，用人权做主题，创作出100件作品。目前是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来展览。自我解说，这幅图是台湾的设计师聂英正画的。伊参加台湾和南韩的民主海报计划，用海报来表达民主的自由言论、性别平等和人权。伊嘛是咱台湾唯一受邀请的设计师。让世界各地看到台湾有释放出这样的讯息，台湾在性别议题上面其实是走得非常前面的。那其实世界各国的每一国在人权的其他议题上面也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琢磨。那我觉得透过这一点，其实至少 highlight 了台湾在某一个地方走得比较前面。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这届和南韩合作，是因为两个国家过去拢捌受到威权统治，有经过民主抗争的过程。南韩的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表示，希望透过海报来交流，希望未来买当甲展览撒到全世界。因为这正象征着过往国家暴力的遗址哈，在这个民主深化以及这个转型正义工程的推动之下，已然成为展示民主以及这个记忆保存的人权教育基地。 지금 전 세계 민주주의 및 인권의 위기에 대해서 모두가 걱정이 많습니다. 네, 민주주의 포스터 프로젝트는 민주주의의 위기를 걱정하고 이를 극복하기 위한 전 세계인들의 공감과 연대를 이끌어내기 위해서 진행되고 있습니다. 这个展览由全世界50组出名的平面设计师以人权做主题，创作100件作品，伫国家人权博物馆展出。对11月13展到明年4月，也举办人权艺术讲座，以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民主的意涵和价值。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 法国南部爱罗省的小镇有一只猫仔是定定跳过厝边的花园伫遐咧吞，这厝边就甲猫仔主人告，法院是判这主人爱赔人台票4万外，而且若阁继续违规是会继续罚，这都造成主人唔敢互引导的猫仔阁再出门。不过根据当地的法规，这有主人的猫仔是会当伫咧引导附近1公里内活动的，所以讲动保团体就批评讲，法院这款判决是侵犯猫仔的天性。 猫仔乌比是饲主多米尼克的心肝宝贝，伊甲其他的乡村猫仔同款，爱伫花园内探险，试过热搜，也毋过因为并抢到隔壁厝边，几下摆伫花园隔壁留落脚印摆写物，甚至伫面皮放尿，去互厝边提告。今日法院判饲主450块欧元赔款，加上800欧元的诉讼费，拢总爱付大约台票44000多块的罚金。若搁犯每一摆也搁要罚。 后个月个要去法庭，可能面临更较悬的罚款。Je pensais très sincèrement, très naïvement que tout allait s'arrêter, que tout était terminé, mais ça a repris. Et cet été, j'ai reçu des mains d'un huissier, une deuxième assignation au tribunal de Béziers. 为着避免去犯，饲主只好将乌米关伫厝内，连自家的花园拢袂当去，都惊一个无细腻个冰墙，这互乌米真无欢喜。毋若是变大块，也真郁卒。亲像着风判终身监禁。不过法国乡村法规明定，家猫会当伫住所1公里范围内活动。 真侪人会认为判决侵犯猫仔的权益。Ma crainte, c'est qu'effectivement cette décision de justice, qui est une décision de justice grave, va faire jurisprudence et que tous les propriétaires de chats vont être obligés d'attacher leurs chats pour pas qu'ils aillent chez les voisins. Et donc conclusion, c'est une décision qui doit être absolument annulée parce que c'est pas conforme déjà au code rural et c'est pas conforme à l'activité d'un chat qui est normale d'aller chez le voisin et d'aller se promener un petit peu partout autour de son domicile.
出编也讲，附近本来就有真侪猫仔自由活动，无应该单独针对乌美。这个案最近已经伫法国引起讨论。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我来看美国纽约一个宠物行为专家，是打造一款会向山顶动的猫仔安大仓，放伫咧路边，或者民众经过就会当甲猫仔互动，小偷压力。国际间有真侪研究拢发现，人伫甲猫仔斗阵摸猫仔时阵，压力荷尔蒙可能因素降低，也可能因为心情平静的关系，血压会较低，心率较平稳，得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随之降低。美国纽约有一个宠物行为专家决定带伊的猫仔行上街路，即天因伫纽约大学的街路边设立一个在山顶动的猫仔解郁仓。We wanted to bring those calming benefits to folks in the New York City area, especially college students. So we came up with these theropods as part of the Cats is Therapy project. 每一个人会使有10分钟的时间入去仓内甲猫仔互动。这时阵你会使摸猫仔、抱猫仔，也使啥物拢无做，静静看猫仔，听猫仔喘气的声音。对着爱猫的人来讲，干那这短10分钟甲猫仔斗阵，就会使互人充满幸福感觉。We're hoping that they can put those phones down and really experience the calming benefits that cats can provide firsthand. Cats are really well suited for this job. They're extremely well socialized, so they are comfortable being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s, being aroun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people. They're calm, they're confident, and they really enjoy human interaction. 这猫仔疗法计划主要对象是纽约市民众，除了纽约大学，猫仔解郁仓也会扫到其他的景点甲学校。也主办者毋若开放大家甲猫仔真近来接触，也设计几若种甲猫仔有关的益智游戏，像是猫仔袂叫、猫仔拼两字，也会使甲边仔的纸壁写下你甲猫仔中间上较甜蜜的时阵。猫仔解郁仓出现了后，这个街路边可能有真侪人来看猫仔、耍猫仔。更加真侪爱鸟之友互相交流的一个好所在。I thought it was so fun. The cat was so cute, and the ambience in there was really nice, and it was nice to meet people. So I had fun. Yeah, me too. Especially like after school and stuff. It was like a nice way to relax. 10分钟虽然真短，不过猫仔的陪伴确实对着疏解孤独感也是社交的压力有帮助，也让因专心活伫的当时的模样，更加因讲是人类上好老师。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